今日又嚟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入邊嘅精選篇章第21冊靈魂的超覺，漫談替身法術。講到替身法，其實喺中國古代早就有啦。上古時代有位可以話係替身法術嘅祖師，佢專門幫人醫病，全靠就係呢門法術，咁叫替身法術。我想簡單講個真實例子俾你聽。好早之前有個後生仔嚟揾我，佢話成日周身痛，一時痛手，一時痛頸，成個人無論點都唔舒服。佢睇過全台灣唔少名醫，花咗成幾十萬，但係點都醫唔好，反而越痛越嚴重。你望住佢，表面上完全冇事，樣樣正常，連心電圖、抽血、X 光、全身檢查通通都係正常，但佢自己就話痛到想喊。佢嗰陣準備入伍，但因為成日周身痛，驚自己過唔到體檢，不過偏偏體檢就完全冇問題。佢就嚟揾我，我就叫佢平時多念下佛，幫自己消業障。之後我同佢做咗一場替身法。我點做呢？我就用我隻手對住佢話痛嘅部位，心入邊念咒：天精地精，日月之精，天地合其精，日月合其明，金木水火土，變身可替代，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。跟住我用另一隻手猛咁打，自己只對應手，因為靈力集中咗喺我雙手上，打落去其實唔太覺痛，雖然話唔痛，但係打到咁隻手都腫咗。我仲用咗成套打手法去做，做到我雙手麻痹，痛感停咗。咁做係為咗將佢身上嘅痛轉移落我身上，佢慢慢會冇事，而我呢，手痛一陣就會好返。呢種法其實就係用自己去代替人哋受苦。不過講明先，呢種法術唔係玩玩下，一定要靠佛菩薩加持，再加上自己有修行有功德先至有效。如果你自己修行唔夠好，亂咁幫人頂痛，你未頂得完，自己可能會中招，嚴重啲甚至會病倒，甚至一命嗚呼都試過。所以我成日話，識用替身法嘅人唔單止要識法門，仲要長期誦經，多做善事，守戒，行正法，平時唔好亂嚟，仲要學識點樣回向自己收到嘅福德俾一切眾生，咁先真係有資格幫人承受業受苦，先唔會出事。否則你自己冇修冇福德，硬係想幫人承受病痛，承受災禍，結果就係人哋病好咗，輪到你自己病，咁樣死咗都真係好唔抵。其實人嘅命運好玄妙，萬法唯心造，替身法術就係心力化現出嚟嘅其中一種。如果你真係識得用得巧妙，好似阿彌陀佛發願咁，願代一切眾生承擔罪業，將所有惡業化為無形，咁樣先至叫偉大，先至係佛法中嘅真功夫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。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聖尊蓮生活佛文集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下集再見啦！